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乱点怪来了。今天森林小学热闹极了，每个小朋友的桌上都放着一台新的平板。哇，今天要用平板上课！小猴子开心的差点跳到桌子上。小兔子笑着说：“不知道今天要上什么课。”这时，猫头鹰老师拿出一枚金色徽章，徽章上有4颗小星星。老师笑着说：“看到这4颗小星星了吗？每破解一个陷阱，就会亮起1颗。等4颗星星都亮起来，这枚徽章就完成了。完成挑战的人就是森林网络安全小英雄。”耶！大家兴奋地拍起手。就在这时，所有平板突然一起亮了起来。嘿嘿嘿！一阵奇怪的笑声从平板里传出来，接着一个圆滚滚、穿着披风的小精灵跳了出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乱点怪，想拿徽章吗？先通过我的4个陷阱再说吧。小猴子双手叉腰，放马过来。乱点怪笑的眼睛都眯了起来，希望你等等还笑得出来。第一关开始。平板里跳出一则讯息：“你好，我们来当朋友吧。”小猴子开心地说：“好啊。”下一秒又跳出第2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第3句：“你读哪一间学校？”第4句：“你家住哪里？”第5句：“爸爸妈妈的电话是多少？”诶，小猴子愣住了。交朋友要回答这么多吗？乱点怪笑眯眯的：“快说呀！回答了，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小猴子正想打字，老师忽然说：“先停一下。”老师笑着问大家：“如果路上有陌生人问你家住哪里，你会告诉他吗？”“不会。”大家一起回答。“那网路上的陌生人呢？”教室一下子安静了。小兔子摇摇头：“也不可以。”老师点点头：“没错，名字、学校、住址、电话都是重要的个人资料，不能随便告诉陌生人哦。”小猴子赶紧把手收回来，呼，差点就说出去了。乱点怪抱着头：“啊，第一关居然失败了！”第1颗小星星叮的亮了起来。恭喜第1关挑战成功！乱点怪拍拍手：“第1关没关系，第2关一定成功！”砰！画面跳出一个超大的礼物盒，恭喜中奖！免费送你100盒香蕉饼干。
快点按一下。小猴子的眼睛亮晶晶，100盒，可以吃1整年耶！乱点怪拼命招手，快按，又不用钱。小猴子的手慢慢伸出去，小兔子忽然问：“是谁送的呀？”小猴子停住了，咦，不知道耶。老师笑着说：“不知道是谁送的礼物，可以随便收吗？”“不可以。”大家一起回答。网络上的连结也一样哦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，就不要乱点。如果不确定，就先问大人。小猴子赶紧把手收回来。好险，我差点就被香蕉饼干骗了。乱点怪嘟着嘴巴，香蕉饼干居然也没用。下次我改送冰淇淋。全班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叮，第2颗也亮了。老师笑着说：“只要再过2关，徽章就是你们的了。”乱点怪却露出神秘的笑容。嘿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下一关可没有这么简单。乱点怪得意地笑了，前面2关只是热身，真正厉害的是这一关。荧幕上突然跳出一个超酷的游戏——恐龙火箭大冒险，可以开火箭，可以骑恐龙，现在免费下载。小猴子的眼睛都亮了，哇，我要玩！他的小手立刻伸向下载的按钮。乱点怪高兴地笑，快按快按，很好玩哦！就在快按下去的时候，小兔子忽然说：“等一下，这是老师给我们玩的游戏吗？”小猴子停住了，不知道耶。老师笑着问：“如果不知道是什么程式，可以直接下载吗？”大家一起摇头，不可以。老师点点头。下载新的程式前，要先问老师、爸爸或妈妈，确认安全再下载。小猴子笑着把手收回来。原来不是看到好玩的就可以马上下载。答对了。第3颗小星星发出金色光芒。乱点怪又嘟着嘴巴，怎么又失败了？你们越来越聪明了。接着他忽然露出神秘的笑容。不过最后一关，你们一定会紧张。乱点怪挥了挥魔法棒，秘密武器！突然，小狐狸的平板发出哔哔哔，接着跳出一个大大的红色视窗，警告：你的平板生病了，5秒后就会坏掉，请立刻修理。下面还有一个超大的立刻修理按钮。小狐狸吓得瞪大眼睛，怎么办？我的平板是不是坏掉了？乱点怪立刻开始倒数，5、
4、3，快点按呀！小兔子也急了，小狐狸，快按！就在这时，老师轻轻说：“先停一下。”大家都把手停住了。老师问：“这个讯息是老师传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是爸爸妈妈传的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那我们知道它是真的吗？”大家一起摇头，不知道。老师笑着说：“答对了。”有时候网络上会突然跳出奇怪的广告或警告，它就是想吓你，让你赶快按下去。越是着急，越要先停下来。如果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找大人帮忙。小狐狸松了一口气，原来不用急着按，先问大人就好了。老师点点头，没错，不知道就不要乱按。滴，第4颗星星亮起来时，整枚徽章闪闪发光。乱点怪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哎呀，4关都被破解了。老师说：“恭喜大家，你们成功破解了乱点怪的4个陷阱。”小狐狸开心地拍拍手，小猴子笑着说：“原来保护自己也是一件很厉害的事。”小兔子点点头，而且只要先想一想，就不容易上当。小狐狸也开心地笑了。以后遇到奇怪的事情，我知道要找大人。乱点怪慢慢站起来，有一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其实我不是想欺负大家，我只是想提醒大家，网络世界也有陷阱，只要多想一下，多问一下，就能保护自己哦。”老师笑着说：“没错，网络很好玩，可以学习、画画、查资料、玩游戏，只要记住安全规则，就能安心探索。”下课钟声响了，小猴子笑着说：“走吧，我们一起当最会保护自己的小英雄。”大家手牵着手，快乐地走出教室。而乱点怪呢，他站在平板里，笑着挥挥手：“记得哦，下次遇到我设的陷阱，可不要上当哦。”说完，他眨了一下眼睛，拜拜。荧幕慢慢恢复平静，但是大家都牢牢记住了4句话： 1. 陌生人问资料不回答； 2. 不明连结不乱点； 3. 陌生程式不乱下载； 4. 奇怪讯息找大人。真正的网络安全小英雄，不是什么都敢按，而是懂得停下来想一想，保护自己，也保护身边的人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